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星星的摇篮。天空里住着一颗小小的星星，它的名字叫闪闪。闪闪不是最大，也不是最亮的星星，可是它有一颗又温柔又暖暖的心。有一天晚上，闪闪觉得有点累，它小小声地说：我今天想找一个柔软的地方，让自己好好睡觉。它慢慢地、慢慢地飘过一片又一片云。云朵们看到它，开心地说：来这里吧，闪闪，我这里软软的、香香的，还很舒服哦。闪闪笑了，轻轻飘下来，躺在那朵又白又软的云上。哇，好舒服哦！它小小声地说，云朵像棉花糖一样把它包起来。微风吹过来，轻轻的，慢慢的，就像在唱摇篮曲。闪闪听着听着，觉得好平静，好温暖。旁边还有很多小星星，有的在轻轻闪烁，有的在打哈欠，有的一边笑一边玩游戏。一颗蓝蓝的小星星跟他说：闪闪，我们一起数星星吧。好啊，闪闪回答。1、2、3、4，每数一颗，闪闪就觉得心里暖暖的，好像有人轻轻拍他的背，再说：别怕哦，我在这里。这时，一只毛茸茸的小云熊飘了过来。嗨，闪闪，我是云熊，我来陪你一起睡觉。小云熊的毛像棉花糖一样软，还有淡淡的甜味。它轻轻靠过来，抱住闪闪，说：别担心，今天你可以好好休息，我会在你身边哦。闪闪笑了，闭上眼睛，轻轻说：谢谢你，我觉得好温暖。云熊也笑了，帮他把云铺得更平更软，像妈妈在帮宝宝盖被子。夜空里，其他的星星也一个个小声说：闪闪，晚安，你的光很温柔，谢谢你照亮我们哦。闪闪听着这些温柔的声音，心里变得亮亮的，暖暖的。他轻轻呼吸，听见风在唱歌，那声音好柔，好像世界都在跟他说：没关系哦，放松吧，我们都在这里。慢慢的，闪闪的眼皮越来越重，他打了个小哈欠，然后轻轻说：
晚安，世界。晚安，我的朋友。云朵把它包得更紧一点，小云熊也靠得更近，就像在说：没事的，闪闪，我在你身边。闪闪觉得自己被一层又一层的温暖包住，云的香气，星星的光，朋友的陪伴，都在说：你是被爱的，你是安全的，你可以安心睡觉哦。他笑着，慢慢闭上眼睛。我好幸福，他轻轻地说。夜空静静的，只剩下温柔的光在闪，风在轻轻唱着摇篮曲，世界一点一点变安静，闪闪也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而你呀，也可以像闪闪一样，慢慢的闭上眼睛，想象有一朵软软的云在抱着你，暖暖的，香香的，好舒服。轻轻的，慢慢的，就这样睡着吧。晚安，小宝贝们，祝你们有个美好的梦乡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